你醒了，终于退烧了。哎，你要吃什么呀？喝白粥可以吗？这样养胃。哎，那我去给林总监发个消息，说一下好吗？就说老板今天临时有别的安排，不来办公室，有紧急事情的话电话联络，这样说可以吗？可以，可以，你不用每句话都回我。哦，别戴了，戴不戴都一样，都挺丑。再戴啊，就更丑了。现在下巴都长湿疹了。出去吧，我再睡会儿。好的，老板。来，慢点。来，不好意思啊，包的有点丑。也不知道你当这么多年家庭主妇怎么当的，你嫁入的是豪门吗？来，啊。哎，你知道吗？我喂嘟嘟也是这样的。那条狗吗？哦，对。你骂我呢？那水獭。你放心吧，这个水和粥啊，我进来之前都吹凉了。来，你是在本市上的中学吗？对啊，在哪个学校？我是在市一中读的，还重点班呢，厉害吧？怎么突然问这个？我刚才做梦，好像梦到读书时候的事情。你看看你，年纪不大，还挺怀旧的嘛。我出国前也是在一中读的书。你也是在一中啊？那我们就是校友哎。你比我小6岁，不对啊，那我高3，你才初中1年级。我跳了2级不行啊？跳2级，你是1、3级对不对？哎，你有没有觉得姐姐我很面熟啊？其实我在学校的电台还当主持人呢。不过你那个时候那么小，肯定对女性的魅力没什么概念吧？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29岁还一事无成了。你这么大年纪了，对自己最起码的认知都没有。好了，校花和学姐的戏已经结束了，现在是小保姆的逆袭人生，请给我。我去开门啊。不用了，他知道密码。谁啊？金慧。天哪，你跟他的绯闻是真的？我对女性魅力的认知一向都很准确，12岁的时候也一样。嗨，降温了，这次挺快的嘛。杰克伯什么时候来？已经在来的飞机上了，本来早就该安排给你复诊的，还跟我逞强说自己都好了。昨天之前，我都觉得挺正常的。他都知道啦。
哇，那是你给我介绍真的很好看。快！什么？金惠艳夫男友家，多年绯闻成真了，说中了。啊，你看，真的假的？我就说嘛，就是他。这个合同到时候跟他再对一下。同志们，哎，你们想知道老板为什么不来上班吗？不知道，不想。你们不想知道未来老板娘是谁吗？我知道可以涨工资吗？你们一个个太没趣了，赶紧打开搜狐娱乐新闻看看吧！快！我去，程总和金惠实锤了，都拍到从家里一块出来了，能不是实锤吗？天哪，还是高清图片！你们知道老板在这儿装了监控吧？不会吧？你们在这儿偷懒，也会被拍到实锤的。别看了，走。你去忙吧。好。程丽，你有什么好事要汇报吗？不是真的。我和你顾阿姨本来就撮合你们俩，这是好事，干嘛不认？要是真的，我肯定承认。这么多年，你们俩经常被拍到，从来没否认。这次被拍到了同居，反而否认，怎么？难道是打算直接官宣婚讯？这混小子！来，又是粥。生病的人喝粥好消化啊。我要吃肉。家里没有食材，要不我去买。我怀疑你根本就不会做饭。这都被你发现了，你不会因为这个辞退我吧？你能找到一个更弱智的理由吗？你不想做你就说，我要吃肉，你快点出去给我打包。我说的是真的，你不相信。快去！哎，要不然这样吧，我让金惠买点好吃的给你送过来，我退避一下，给你们创造一下二人世界。你这是想偷懒是吧？金惠又没有拿我工资，你倒好，你拿着我的工资支持别人去了啊？这生病脆弱的时候，女朋友来照顾不是应该的吗？跟工资有什么关系？金惠怎么做是她的事，但是你别想偷懒。好，那我去点菜。怎么啦？你快出个否认声明吧。我都不着急，你着急什么？是我们同居对你一个女孩子不好，你形象不是一直都挺正面的吗？正面怎么了？正面也得恋爱结婚啊！我也是个正常人，好不好？要不这样，我们俩同居试试，你配合配合我，你给我打造一个接地气的人设，好不好？要不要直接公布婚讯啊？我可以呀，没问题呀。我估计你妈跟我妈应该是最开心的吧？凭什么让他们开心啊？你赶紧出否认声明，不然我就出了啊！要是我先出，你这大明星可就丢人了啊！行，搞得像我占你便宜似的，讨厌。老板，来，先把这个系上，把这个系上。我不要戴这个，要不我不要太脏了。我不戴，你拿走。戴上，我求你了，戴上。
告诉你，你明天必须为我。对不起啊，老板，对不起。明天去帮我看一下文叔叔，你叔叔他发烧了。哦，好的，老板。程丽呢？昨天停电，他生病了。啊？又发烧了吗？你怎么知道是发烧啊？哎，我照顾了他1年，只要他回家，我们几乎都在一起。你说他的事情，我能不知道吗？那他以前也经常这样吗？刚回来那2个月，只要进入密闭空间，人就不大好了。有好几次坐电梯都冒虚汗。后来我把他照顾得不错，医生每月飞来中国给他复诊，满以为恢复得挺好的。哎，文叔叔，您能告诉我医生是怎么说的吗？我在网上查了一下，没有特别对应的病症。他肯跟你承认他怕黑，就是一大进步了。这倒也是，毕竟在外人面前他也是完美无缺的嘛。他就是要强，好像他小时候受过强烈刺激，叫什么创伤综合症，是一种心理疾病。不好意思。喂，萱萱，中午有时间吃饭吗？不行啊，我在医院。你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吗？我没事儿，我来看病人。啊，哪个医院？我一会儿直接去接你。哎呀，出来吃饭别老玩手机，不能让我点菜吧？你们也点呢。随便。那谁叫你把我骗出来吃饭的？我叫你出来吃饭是骗你，有这么好的骗子吗？哎，最麻烦的就是随便了。周全喜欢吃鱼，你喜欢吃什么？我去点。周全喜欢吃什么就点什么吧。行。那我就去点菜喽。哎，那个，我要点这个菜，还有那个鱼。怎么还不回来？程丽把许军叫去了。那咱们这饭也不用吃了，撤了吧。哎，不用上了，我们买单。刚刚那位小姐已经买过单了，她已经帮你们把菜都点好了，请慢用。菜都点了，吃完再走吧。那天的事情，对不起。哪天呀？我不记得了，什么事儿啊？你能好好说话吗？我再好好说话呀。不是你跟我说的吗？我们应该保持距离。那天有点焦躁，我看见你跟那个年轻男孩闹成那样，挺出乎我意料之外的。辉王，我们认识多少年了？我从头到尾就是这样的呀。我对那天那件事情会很反感。那你反感的立场是什么？我们什么关系啊？我们是朋友，是哥们儿。我也没结婚呀，那我可以跟任何男人发生任何感情的。怎么了？是法律上不允许，还是道德上我被谴责？我今天在医院见到那天派出所那个阿姨。这孩子是怕我担心，想骗我说要出来住，就可以偷偷做化疗。周律师真是个好人呐，帮他找床位，找医生，还借钱给他。所以你现在跑过来跟我道歉？辉王，你太搞笑了。其实那天到底发生什么真的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，你作为我这么多年的朋友，你突然跳出来指责我、谴责我，然后想要站在男人的角度上来对我进行道德审判，你这个逻辑不通啊！这饭我真的没法吃。
还是那句话，你是我的什么人呀？你有什么立场来审判我？金慧刚发表声明，否认跟程丽恋爱，说两个人只是儿时好友。掉头，马上去程丽家。好。厉璇璇，我警告你，从今天开始不要管我会议网的闲事。还有，我们绝交1个星期，不要来我家，不要给我打电话，不要发微信。是的，女王大人。大程总，怎么哪里都有你？林萱萱啊，谁来了？你妈。你的手怎么了？没事，划了一下。太不会照顾自己了。让你请佣人，你又不要。那王栋呢？他不能来照顾你吗？他不是跟你说了吗？他要辞职了。你看你养的什么白眼狼，需要他的时候他又走了。妈，你别这么说他，他也是人，他也有自由生活的权利。你这样感情用事可是伤家大忌。行了，说正事儿吧。骂完我别去找金慧了，她比我更烦。你们这次为什么着急否认？是因为他吗？林萱萱，你出去吧。哦。程丽，你跟金慧从小一起长大，那说没有感情是假的。当然，我能理解你们对于这种像亲情又像友情，搞不明白是不是爱情的关系。我知道你们处理起来会很慎重。你们俩门当户对，金慧对你是最好的选择啊。那你问过金慧吗？我是她最好的选择吗？感情又不是菜市场上的西红柿。好，就算你跟金慧的事情还没有想清楚，可你们还年轻啊，可以慢慢想啊。但你不要忘了自己的身份，有些女人你不能碰。他就是个助理。你是我儿子，你的防备心理我清楚。如果不是特别的关系，你能让他在你自己家里照顾你吗？你想多了，我的生活习惯你是知道的。除了之前的文叔叔，没人能给我这样的熟悉感。这个令萱萱她很聪明，她来应聘的时候就去找过文叔叔了。文叔叔告诉她我的生活习惯，所以她一来的时候就能给我一种熟悉感，是这种熟悉感让我录用了她。但是我后来发现我真的没有选错人。这足以说明这姑娘的心思非常不简单。听说殷树的代理也是她拿下的，用的美人计，跟徽以往也不清不楚。我就是提醒你啊，这种心机女你一定得防备，玩玩可以，不能走心。我本来以为咱们俩能像正常母子一样好好聊聊天，结果没想到最后又聊成工作。你以后别再找人调查我、跟踪我了，我也有我自己的隐私、自己的生活。我累了，我想休息。再见。去查查那个令萱萱，真是低估她了。程总，我是不是给你添麻烦了？你又没做错什么。是不是我住在这儿，影响了你跟金慧的感情啊？你是想说金慧会因为你吃醋？金慧吃你的醋，上了热搜都没人信吧？哎呦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觉得我好像做什么都不对。我已经7年没有工作过了，
对职场的人情世故很不敏感，甚至跟你的相处都不知道对不对，所以我怕我哪儿做错了，会给你带来麻烦。你刚才见我妈那么怂，你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可是正面刚的，我就是因为你够伶俐，才录用你的。大程总那气场，一般人谁能接得住？那你那天在办公室是怎么想的？你就不怕丢了工作的机会？难道那天不是你，是那双胞胎姐妹？那次纯属是赌博，好吗？为了应聘这个工作，我去网上查了一下你的资料。你从小在国外长大，跟大程总的关系不是特别好，甚至你回国之后也不愿意接受大程总的安排，非得接管这个小的化妆品公司。反正当时看来，你也不打算录用我了。然后我就死马当活马医，帮你顶撞你妈妈，说不定可以引起你的注意，看看你的反应呢。啊，怪不得我妈说你心机呢，看来我得好好防着你了。你好，包有矿的快递，请签收一下。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来了！谢谢，给，谢谢。您好，我的快递名叫卖飞机，请问有我的快递吗？没有印象，那我帮您查一下。哎呦，小哥哥，他逗你玩的，你别理他。好，那飞机先生，下一次一有您的件，我就给您送过来。飞机先生，你说说你，成天就知道瞎买乱买，真有矿也被你霍霍完了。姐姐我家里有的是矿，花不完的。再说了，我可没瞎买，你看看。唉，女子难养也。算了算了，你赶紧把妆给我化上，公司的颜面都让你给丢尽了。知道了知道了，我马上就化。这只。我的天哪，这颜色也太好看了吧！林萱萱，来了来了，程总，有什么事儿吗？会打领带吗？我好久没打了，不过可以试一下。还行，手艺还在。来，穿上。以后你这样得天天交税。你们资本家真可怕，交什么税？美男税。哎呀，怎么还包成了粽子啊？不行，还是得去医院重新包一下。这样挺好的。要不要去医院？手没什么大问题，包的还挺可爱的。竟然是他！
萱萱，给老板点这个拉面吧，巨好吃。我都点好鳗鱼饭了，他现在手受伤了，用筷子不行，最多就用个勺子。手伤的很严重吗？哎，我也不知道，就一直喊疼，握不住东西，还不愿意去医院。啊，那是挺严重的。那你好好观察，别感染了。嗯。那咱们去吃吧。哎，等一下，老板说他找我有事儿，要不你们先去吧。行。程总有什么事儿啊？吃饭很艰难。我点了米饭，就是为了要让你吃饭简单一点。来，拿左手试试。啊！哎，轩。这中午啊是休息时间，本来想找我的好朋友令寻寻陪我吃个饭，但不知道他现在是不是方便。那就一起吧。来，程总。来，寻寻，寻寻多吃点肉，再吃个鸭血，再吃个菜，再吃点肉。不，真的不用。可以的，再吃一块豆腐啊。哦，程丽，你也多吃点儿。枣，再吃一点枣。寻寻，下次我们单约吧，别再带电灯泡了。哎，你到底什么意思啊？哦，让我想想，我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啊？回家。这么早？我真受不了身上的味道。程总，咱们接下来该怎么办呢？现在看来，令寻寻这个孩子应该什么都不知道。唉，这世上竟然有这么巧的事情。你现在跟我撂蹶子了，你就告诉我这半年行不行？程丽，你懂什么呀？这是科学。能不能出？不能出就滚蛋！我要辞职，我立马辞职。哎，麦克，等，哎，你跟程总怎么了？演戏呢，没看我累够呛啊？啊！咖啡给我。给谁演戏啊？他妈。就是程总让你配合他，给他妈妈演戏。是程丽配合我演给他妈看的。哦，哇塞！哎，到底什么情况？你给我讲讲。因为我是大程总的人啊，这些办公室里还有大程总的人呢。哇！这是一个线索复杂、历史悠久的故事，等我以后慢慢讲给你听。我们新品研发的进度，你可要保密哦。好。哇塞，简直跟谍战戏一样哎！你说你这个程丽的小助理跟我这么近干嘛？快走，不然我这架白吵了。啊！你这个程丽的狗腿子，你赶紧给我滚！你一会儿就在里面等我吧，可以随便转转，但别影响工人工作。
林小姐，说实话，你的绘画技巧和风格更像是工艺美术设计，在我看来，被人买来收藏的可能性并不是太大。谢谢老板，您的评价太精准了。艾瑞卡，我说话是不是太直接了？不会啊，有批评才有进步嘛。但我还是希望你能代理他的画，毕竟艺术是很主观的，指不定有人喜欢的。谢谢你啊，霍一网。老是跟我瞎客气。你现在跟周全说话越来越像了。像吗？你们联系了？别提了，他跟我绝交了1个星期呢。哎，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呀？我对你好吗？你是不是喜欢我呀？你这样会让我误会的呀。那你觉得是为什么？你可是我认识的里面最有理智、最聪明的，没有之一。哎呀，对我评价这么高，你喜欢我？是。如果你喜欢我，并且主动追求我的话呢，我想我可能会考虑一下吧。那你现在有没有觉得我喜欢你，并且主动追求你？当然是没有了。哎，你说说你这么一个聪明又有理智的人，怎么在感情上面就这么想不开呢？你可以绕这么大一个圈子来对我好，怎么就不能跟周全直接表白呢？谁说我喜欢周全？到现在还不敢承认啊？周全是那种随便让人喜欢的女生吗？这一点自信都没有，你还是霍一网吗？谢谢你的开导。为了报答你呢，我决定也跟你断交1个星期。与其掺和我跟周全的事啊，不如好好想着怎么把自己的粥吹凉吧。我有什么粥可吹的？一直凉着呢。我这儿啊有很多画的小样。哎，这个有意思，你看。我觉得这张构图上、颜色上都不错，是吧？先不考虑这幅，从其他画家里面选。为什么呀？这个画家很有想法，也很适合我们呀。听我的。还有这张，你看一下，你看一下这个啊。要看，要不然就这张。别看了，那是被老板淘汰的。你觉得怎么样？不好吗？我觉得挺好，可咱老板没同意啊。好像是啊。为什么呀？你可以出去了。喂，许轩。我在城里的桌上看到我的画，是你给他的吗？不是啊，是画廊老板给的。那还不是你给他的？你突然给我介绍画廊经济，这事我都没想过。那个画廊老板是程丽的朋友，他刚好想要一些青年画家跨行做包装设计，所以就介绍给他了。所以你就把我推荐给了他？算是也不算是吧，只是你那个作品本来就像是包装设计，好像是给谁量身定做的一样。我想说，就给程丽看一下。但是我被他否定了。我自以为是的才华在他面前一文不值。我就算是再努力，也够不上他的及格线。萱萱，也许每个人才华的天花板不一样，可能你穷其一生努力的终点，很不幸，只是别人的起点。可是那又怎么样？这样你就放弃努力了吗？成长最可怕的代价就是接受自己只是个平凡的普通人，然而还得在碌碌无为中给自己找生存下去的理由。先不考虑这幅，从其他画家里面选。